最看也是阿妹当实事哦，为了本大家中意，佢做地付出一切代价。也是冇人做阿妹，喺當時自家嫁唔出去嘅客家妹嘢，為了相親成功，當然對你排練留下來嘅體魄檢驗，嘅溫良恭儉讓嘅調查通作，嘅鄭咪咪嘅笑容角度，從早到晚呢件切切切切叫煙，前面故鄉嘅款嘅阿妹，其實係為到時候做嚟係你鴉片。在目前嘅開建時期，為了增加生存機會，鄉鄉嘅客家移民會叫下成法，其實由阿爸血緣組成嘅客家族族。唔過好多移民咪差唔多啊。But 人嘅客家朋友，入上鋪一黨團結，人生全屬於種錢，都做到鄉下嘅主題，也是佢台灣客家人爭要嘅創作文化哦。大家鄉下鄉書後台享福啦。傳統觀念上先。人哋過成後唔是食飯、睡夢、花錢錢，但係出去做唔得冇享福 ，A.K.A. 連啲從天真，所以講只係用嘅香爐蠟燭，嚟做出種代表後代子孫嘅享福。有享福就會有連你嘅祖先，冇享福就變做快快嘅孤魂野鬼。遇到時候嘅生活品質，子孫滿堂，後繼有人，也就變做每個種族努力嘅目標。唔過有嘅福利像是嚟要，客家妹愛嫁到其他嘅種族，也用拉嘢變做客家婆胎。就對你 get 附加嘅享福，雖然講葡萄地主體嘅排位唔可以第六記得嘅全名，不過必須變做孤魂野鬼，你就行咗你接受啦。不過係講一隻無家出去，也可以做到就過身咧，變做客家姑婆咁樣嘅神咯。唔是少，人哋會搶到仔頭，會失去享福，也可以去姑娘廟獲得心中嘅享福，也可以留姑婆攀名分咯。必須就算冇結婚嘅客家師奶爺，出題睇門也係邊打開開，客家師妹爺是沒有嫁出去啦。也嘅本妹爺壓力動態嘅情況，一直到工業化時代來到誒，唔先教育長途，勞創壓力提升，民間組織嘅服務團體推動嘅一系列修法嘅運動過後，一定冇公平，爭到嘅改變呢。啲新竹復協嘅張玉寶客家種族大洋第一炮，1997年出咗政府天時上，用法律推動性別平等，老少子化現象，老中間定義本姑婆做定業主題，唔過沙本狀邊強烈反對，一直到5年後，張長到對主題順好嘅部嘅，讓姑婆嘅檢調硬。唔過日嘅改變係嘅起點，天天嘅擴散到周邊嘅種族。2020年，復協已經有將近15嘅種族啲主題項留意嘅姑婆嘅安身之地。另外，高雄民農嘅養護，實發起葡萄全名第6風水比賽嘅行圖，還調出日本時代嘅夫妻成本，潛在其他葡萄嘅全名。至於關於廣東話，除咗上莊文化以外，我哋特別講到嘅客家新典版之中，新典自己係慶祝時嚟誕生，嘗試嚟聽聽。唔過也多多地方，誰冇出世也會大辦嚟慶祝哦。再嚟看到電影時嘅起點一個終點，傳統觀念已經有啲改變咧。唔過那一方面，多多姑婆也未強化地震塔，有啲會行繳錢，也係通過審核針對人業主題嘅情況，有啲研究認為也未真正嘅性別平權，也有傳統派指導應該低調咧。唔過面對少子化社會，技術老客家妹嘢當地無奈，大家嘅享福就會見來見少。嘅一種對大家都唔好嘅做法，係咪都唔想看到嘅？希望喺未來，自家在老舊傳統唔是2選1，而係做得融合變做2.0新版本，換客家當然做得強下參與。客棧哈哈哈點，你真來了。